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来研究民间的囡仔歌，咱兜人有囡仔，咱的孙叫伊来看这项节目，真趣味。你教咱的幼囡仔讲，民间表达迄个足够全，三讲四唔对，三讲四老岁的迄款特别的角色，讲叫做碰风姑。囡仔歌讲碰风姑食豆腐，问花夫，讲皇帝因大姑，包公因姐夫，西施因新妇。讲伊少林寺老师傅，结果相拍唔捌赢，碰风唔捌输，人人笑伊碰风姑。碰风姑就是讲这个人吼，讲话都专门用个线，用个草弹，碰风水鸡，刣无吧？这句俗语话咱嘛知，安怎样碰？咱教囡仔就爱讲迄个剧情，互囡仔学哩。讲食豆腐的问花夫，花夫问了，干那砸你就砸死啊，免咱有才调。啊，这讲道具的。后壁咧讲皇帝，即个人讲皇帝是因大姑啦，啊，佮讲包公迄因姐夫啦，啊，佮讲西施迄因新妇啦。第一，教幼囡仔讲，你甲看戏台顶咧做皇帝一国之君，咧讲宋朝的包公，咱看到乌面的，啊，佮有看迄个历史上的西施，咧教一寡戏台顶的人物以外，佮咧教咱囡仔了解讲，亲情中间安怎称呼皇帝因大姑，啥做大姑啊，爸爸。啊，到牵手的兄哥就是咱的大姑啦。啊，过来讲包公因姐夫上，啊，这翁婿就是姐夫嘛。过来讲西施因新妇，这都无可能的嘛。敢若用个转嘛？唔孬，人伊佫讲，这个碰风姑草弹佫讲伊少林寺的老师傅，讲相拍唔捌赢，碰风唔捌输，对唔？啊，若少林寺的老师傅，咱知影，拳头足把的，一粒一的，所以吼，出来甲人相争，结果啊。电风敢若转3速的就飞去啊啦，唔免拍啦，飞一个就倒啊，小拍将来唔捌赢，因为都碰风嘛，啊碰风唔捌输啦，安尼有哪出一项碰风出一项本定事实，偏执了囡仔歌是要教咱的幼囡仔了解讲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尤其国情头拄仔就咧讲啊，亲情中间咱怎样称呼才是有正确，啊当然更较要紧，要教咱的幼囡仔讲吼，唔好做这个闹亏待。千万唔好碰风水鸡刣无吧，唔通做迄个碰风姑讲相拍唔捌赢，碰风唔捌输，才互笑碰风。